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29，诗篇103篇20到30安尼讲：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老耶和华，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，伊赦免你拢总的罪，医好你拢总的病。三甲来祈祷，赦免阮的罪，佮医好阮的病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创造天地的上帝，你是活命的主宰，你是赏赐恩典甲福气的源头，你是掌管万有的真神，你是人民疼痛的天父。主啊，阮信靠你，阮相信你伫逐时逐刻要保护阮，互阮通安息伫你的膝骨下，无受危险甲伤害。主啊，早时你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过红海，进入迦南地，互因领受你赏赐的丰盛。主啊，你也是安尼引带阮来行。主啊，阮的心神要来学老你，互阮毋通袂记得你一切的恩惠，你赦免阮拢总的罪，医好阮拢总的病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